新竹市长高虹安向依照贪污罪起诉，民众党的郭文哲即马是徛出来支持高虹安，讲高虹安毋是小贪的人。好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讲伊支持高虹安。另外，即马伫国民党内这边是阁传出党内无支持侯友宜。南投的副市长潘益全伊就讲，有需要侯友宜斗相共的时，拢互当作空气。伊是呛声讲侯友宜选袂掉，若互选掉，伊就一世人食菜。新竹市长高虹安和北检以贪污治罪条例规则文书定罪起诉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也是党主席的郭文哲随出面相挺，直接讲相信高虹安无贪污意图。因为要贪污的人不会账簿记得这么清楚，还记录到说几元这种记录，所以我相信他是绝对没有贪污的记录，所以我也支持他能够提出证据为自己的清白奋战。郭文哲也批评检方伫侦办期间几下摆违反侦查无公开原则，丑化高虹安形象。那则是到中华州刑庭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也向高虹安送温暖，强调相信伊的清廉正直。我支持高虹安市长用一切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清白，司法不应该沦为政治打压对手的工具。那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4时出席中港分宇宙 AI 分区上梁仪式，台北董事长林碧凤当面表达收听。不过另外一边党内却阁传出反校声音，南投副市长潘益全13暗地面切质疑侯友宜的员工是倒一国的，也考试是无证员工，更加呛声侯哪党选一世人吃素。谢谢全现在说你是机关工，个人的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是一些意见最后都要化为大我为重，大家都是大局为重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赶紧做公亲，党内杂音无停止，加上传出郭台铭可能伫8月23日金门宣布参选总统，也互拿亚甲侯友宜面临综合挑战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